新北市一个查某人骑电动车、电动这个自行车出门，伊的车呢真影目，因为呢无挂车牌，这脸还佫比别人较宽较大，加上呢有通拼，最后被开2张罚单。敢若无挂车牌，上悬就会使罚18000块；改装变速装置，上悬会使罚5400，连这个车拢被人扣起来。不过伊法院讲，车买来就是安尼铺上网络，颠倒起来网友伫骂，因安怎讲？因为电动车本来就是袂使改装。 电动自行车骑伫车路，毋过后壁2台警车准备要甲炸落来。毋但无挂牌，规个车身阁大改装，连轮仔嘛变宽，阁互开2张单。毋过驾驶却伫面找法院王，讲车一买来就是安尼。网友笑讲无挂大牌就上路真配合，倒一台电动车像你共款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，举发处所有人新台币3600元以上。 10800元以下罚款。其实电动自行车无需要考驾照，所以真侪少年人、学生、外籍人士拢会使用。不过2种有差，电动辅助自行车毋免挂牌，干那需要打标章，2种车的马力嘛无同。辅助自行车以燃料为主，车重40公斤；电动车加上电池重60公斤。规定拢袂当载人，若是无挂合格标章，就上路上济当罚10800块。其实无戴安全帽啊，会当罚300。若是家己改装变速，上济当罚5400，骑车速度超过25公里，上悬罚2800块。1月1号开始，如果我们新的法规上路以后，这一块合格标章就相对更重要。还有这一张闪电标章，因为这一块就是代表说它是原厂有经过我们交通部合格认证的。那现在网络上也有出现了一些伪造的。随着新法规伫要上路，未来电动车卖挂数字的车牌，互警方更较好辨识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